大家好，我係今日我同鄉下做氣功運動嘅家人咯。今日呢，特別邀請到我嘅師傅顧華明先生嚟同人鄉下嚟做運動哦。我做運動開始以前呢，我先嚟做暖身運動，嘅接下來呢就天天人鄉下嚟做了。嘅一開始呢，因為氣功嘅氣調氣係同重要嘅，一下呢就天天嚟練習調氣，你腳打開來，肩條平發。嘅接下來呢，數變到一個都市蛋糕，氣功絕氣再吐氣，八拍八拍，好，準備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調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剛講嘅都市。哎呦，啱啱嘅感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調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。佢接下來呢，也係右手變到也係左邊嘅肩條，嚟到後背，頸肩，然後你方向看後背，做嚟看後背就做看後背。來絕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調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彎片，來咁樣左手變到人右邊嘅肩條，後背，頸肩看左手片，做嚟看後背就看後背，絕氣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調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。接下來呢，人嘅手用力啲變順，絕氣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來下來，調氣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過來，腳骨變做弓箭步，去調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去蛋糕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。接下來打開來，彎片1、2、3、4，我絕氣哦，6、7、8，調氣，天天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，腳骨變做弓箭步，平嘅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起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數。大家嘅身體都小暖起來冇？佢一下呢就天天人鄉下來做氣功運動了。今日呢，我同大家小嘅氣功呢，係一指禪地度呢最基本嘅，運到馬步站樁，還有加嘅進階版，運到雙臂攬月。佢一下呢，人哋馬步站樁開始練習，腳到肩條差唔多發，屈下來，手翹起來，調氣。絕氣，調氣，當好。而家呢，大家記得冇？而家嘅屁股呢係要肚臍，愛一條線。而你胸脯呢愛有氣的。而家呢就係馬步站樁，嘅幾個進階版雙臂攬月呢，先同大家小結一下穴道。鴉片呢？有一個穴道，很多曲池穴。鴉片呢，有一個穴道叫做勞宮穴。你嘅勞宮穴呢，同你的曲池穴呢，我要你對到。用時呢，做嚟調氣、絕氣，
調戲，也有時也就會有戲，你會感覺到鴉片呢有少少嘅感覺，樣嘢就係人嘅戲要發出去哦。來，我要來做1分鐘，大家感覺一下有戲嘅感覺。來，身體要張哦，想象一下你當人嘅戲變到鴉片。喺個眼嘅知道冇感覺，眼數打開來，調戲嘅時候，讓眼氣合起來，感覺一下，也有小暖嘅感覺嘛。當好記得哦，身體總唔得歪體哦。好，來，半片。記得哦，人嘅曲池穴，愛同你嘅老公穴愛對到哦，對到嘅時間將會有一種小暖嘅感覺。切條一絲絲嘅骨下來，感受一下。當好，喺個汗流脈絡也係種正常嘅事情。好，休息。喺講你平常時地方卡正經動無閒嘅時間，想去看電視又想去做戲講，有可能嗎？有可能哦。喺講你躯體久呢，腳骨動軟冇爽快，而你做啲坐定來做下戲講哦。唔過呢，你嘅凳呢做唔得輕踩亂線，聽錯去量一下，坐下來嘅時間，你嘅腳聽錯去踏喺到天內，嚇。做唔得太高，咪做唔得太大，因為你坐定嘅時間呢，人嘅關節嘅腳會變到跳起，安尼，好，原來啲馬步站樁開始，跳起，動好，大家動好。啲坐定你嘅時間，嘅後尾咪做唔得，變到鴉片，我坐差唔多3分，差唔多鴉片嘅位數，坐好來，腳骨挺錯，我變到天內哦，好，來，接下來呢，我來做雙臂攬月，打開，記得哦，你嘅穴道要對在一起哦，感受。一個小暖，記得去調戲，然後眼戲呢全部變到鴉片，坐定呢，然後起定都會強用做一件看電視，見做動力片咯。記得去調戲哦，打開，翻片動，好，記得去對到哦。記得要腳戲、調戲、腳戲、調戲，當好，也係一種嘅做功法，還有另外一種，我坐較後背一些咧，人嘅左腳變上來，右腳我變到鴉片，還有人試到按你冇辦法做得到。就變到天內，安尼就做得嘞。唔講你做得嘅朋友呢，唔係愛講嘢，唔係兩隻腳底下背，我拉一隻腳上來，一樣嘅。好，啲人一下啲馬步站樁開始，當好，大家記得冇啊？啲後背天天嚟做，去調戲哦，調戲，調戲。當好，做下動作嘅時間，速度可能會準咯，因為呢一唔嘅勁咯，要來到嘅感覺，好，我記得調戲、腳戲、調戲，當好，你接下來呢，我來做雙臂攬月，來，腳戲。調戲人嘅氣管，起來，當
剛好也兩片強樣愛對到吼，感受到，我已經感覺到有少兩個感覺，唔知大家有感受到我。來做1分鐘就去調氣，迄個情動嘅穴道咧，難做得輕一下，迄個感覺到有些酸軟咧，佢就係曲池穴，佢勞宮穴咧就係啲呀18種一動哦，咁嘅位數，好，古人講對好咧，點睛目珠做得眼垂簾。認真感受一下，你就會吃到鴉片有少量嘅感覺哦。當好冇錯，佢下來呢就能穩片，打開當好，讓牙齒全部關起來。強用愛記得哦，一個穴道愛對到胸下。人當我一片咩唔做咧，重點放下來哦，我偏高，人個身體裏面係強用，人個屁股還有肚臍，聽說一條線重的，因為坐的就按你背骨骨重的，我強用，喺個啲體內就係腳按你交叉，腳起，頭起，腳起。你嘅師傅呢，每做得啊嘅夾起來，安尼，因為夾起來嘅時間呢，你後背嘅小脊椎就會安尼頂起來，安尼嘅感覺呢，你將會刺痛你自己有一條線的鴉片，就會啲師傅安尼夾起來過後，鴉片就會抬起來。佢胸脯呢，咪強用有氣，就氣，頭氣。當好，不用強鬆，坐得咪係強用哦，豎起起來，關起來。安尼睇起架路好快忙啊！當然呢，第五卡係講動無限嘅時間呢，就得坐到碰的，盡量冇坐到碰頂，因為碰頂遠遠，最好係選一種有些硬嘅傳統嘅墊係較好。韓國最重要嘅係聽錯我量，人嘅腳聽錯肚好，然後嘅椅腳係偏高，安尼呢就唔會錯什麼。當然呢，家下嘅馬步站樁還有雙臂攬月呢。做嚟做20分鐘哦，看電視動腳就過去咯，堅持下去就係贏嘅哦。給大家一下就先去淋下水休息一下了。嘅一下呢，我來小嘅氣功呢，按到海底打熱，海底撈月。跟住再想象一下，也有咧海，嘅海底有咧熱光。好，應該撈起來，安尼。個腳呢，準備動作，我比肩條較快些咧。做啲嘢呢，就做得很較快。好，一下呢，手打開來，然後我準備來去撈月亮了。下去嘅時間呢，人家背囊我吃嘅下去，吃嘅下去，頭拿我輕微當下去，好。下起嗰樣嘅南東一講咧，我給拿起來，拿到面條前，好，佢要批人一條氣，因為呢一條氣係個唔順呢，一通咗呢就會做到唔好看咯。好來，手打開來，着氣，條氣下氣，天天呢2、3。4係忙到5、6、7係忙哦8、9、10，我看到你講咧，拿起來，腳起，頭起，拿到面條前。跟因為咧，大家動動人咧，下起嘅動作咧，做有些怪故事，人一下唔會加速，就練習一下身體嘅部分。
係講真是冇辦法下去嘅人，做嘅腳拔到行卡開，可能人做嘅下去到那個程度了，腳聽人嘅腳嘅結法嚇，來準備哦，身體就好咧，來準備1、2，一時間也有種地安尼拗過去，係有一條線也有去，2、3，試試嘅4、5、6、7、8，等好，後面係咩咁樣？1，看條線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過來100，1、2、3，等好4，調那7米，6、7、8，看到一講，調那擔起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練習過後咧，做啲人嘅腳嘅針落落一絲絲嘅，可以動難唔過咧，大家做嚟天天嘅來，好，準備，來，1、2、3、4，重新去變好，6、7、8，等好，調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等好，跟一下就按你嘅法度，然後數加下去哦，準備，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等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呢就係海底撈月。佢撒下來嘅通種呢，按到南橋，南橋呢就像一下呀，有啲細細嘅橋啲啊，人嘅樹板凳，感覺到呀有啲橋，佢呀嘅時間唔係不用輕鬆哦，你嘅腳可以一絲絲嘅箍下來，樹不用紅，人嘅氣應該有啲鴉片，我有運動嘅感覺，我有氣嘅感覺，喺個人知道冇小暖。跟住去着起，調起，感覺一下一片嘅氣，應該會少少嘅着起，調起，跟一下咧，然後一橋咧嚟到長長，嚟天天做嚟1、2，一開始咧先攞兩技術轉到平嘅向陽嘅方向，嚟嚟。起來，3、4、5、6，聽錯有感覺，人家起唔係強鬆嘅來鬆起，我有起嘅感覺，鬆來，下起6、7、8，轉到半單嘅 V 索，再過來轉，向陽嘅方向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起1、2，調起哦，4、5、6、7、8，着起1，較重一些嘅2、3、4，一行啲着起哦，6、7、8，調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我感覺到一起有啲地步呢，真係正確嘅哦。佢一下呢，然後橋變到行較大啲咧，變到行大，好。佢一橋呢，我起幾片等過來，好來過去，穩數，好穩數等過，過去，再過來。調起，着起，調起，身體裏面係用一條線哦，你嘅腳呢就固定哈，着起，調起，着起，調起，好。然後呢就係南橋，跟一下呢，人哋海底撈月開始嚟複習一下，做啲八幾開就八幾開哈，嚟打開來，下去
南一講，好，拿到嚟，絕氣，調氣，然後再過來一擺，然後下氣，調哪記得哦，南定一講，上來。係講也可能馬路係正常嘅，出氣嘅時候要用力，氣要出氣，絕氣，調氣，當好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還有2擺出氣，用力，下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前面一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。下來呢，來南球，細細嘅球開始，絕氣。調氣，絕氣，感受到一小暖哈。調氣，一下來球，轉，向我嘅方向，來上來氣，我有用力嘅感覺，然後嘅氣啊，你來開來，係你真係正確嘅哦，下氣，調氣哦。再過來一擺，調氣，當好，前面一擺哦，調氣，當好，再來呢，太極球，轉力，天天呢。當我記得溫數哦，哈，來，嘅氣變到很卡大哦，我用很卡大嘅力，留一氣變到小暖咯。估算你一球中嚟一下大一下細，我皮啊，太好休息，太簡單都做到當好，做氣嘅時候要記得哦，每你要做19擺張做得哦。好，睇時間咧，再去練習下，下禮拜再見了。拜拜。